即馬食道塞車的情形是愈來愈嚴重，中央已經決定加重處分。不過，還是有人真蠻皮。在咧新北土城，有人食道塞車去互警察撞到，伊油門吹落，緊馬逃走。警方是連開16槍拼命甲捉，落尾手抓到人，而且車頂嘛有抄到毒品。咱若佇彰化有一個警察所長，為着要抓一隻食道塞車的，卻是去互歹徒塞車位2支卡甲交過，造成重傷。食道塞車衝浪違停，警察開槍。新北市土城的警察，初七早起9點外，佇立雲街所在34歲4五的嫌犯，伊看到警察是開車逃走，警察沿路開16槍，要佇金城和平路口將伊抓來，車頂還佫查到毒品。現場查獲1拖米紙煙彈、電子煙霧化器及凱他命等毒品，全案依毒品、公共危險及加重妨礙公務等罪嫌移送偵辦。彰化最是獨家攻擊警察，28歲姓施的通緝犯，賽車拒絕警察查檢，鹽埔分駐所所長陳國平2支卡攏互伊車鏈礙過，警方公布車窗抓人。盤查他的時候，看他有沒有攜帶毒品或者是無價的行為啊，然後他就衝撞，右腳的髕骨整個碎掉，左腳的部分就是被碾過大面積的擦挫傷。甲基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陽性反應，涉嫌毒駕，全案依妨礙公務、公共危險等罪嫌移送彰化地檢署依法偵辦。彰化地院伊無法度確定伊挑工衝浪警察，也無毒酒駕的前科，也想要甲警方和解做理由，裁定無保請回，檢方將會提控告。彰化市長林世賢催培向檢察院進行檢舉。調查裁定庭書深受遺失，獨家案件愈來愈多，行政院最近宣布要修法，提懸獨家的刑責。若食道塞車吊銷駕照3年，屢犯加食道塞車造成人重傷加死亡的，是一世人攏袂當擱再考駕照。公車年滿18歲乘客會愛連坐，高再接受測試，第一遍就罰27萬，累計是無上限。記者綜合報道。